过来看，咱国防部证实，昨暗中国又有发射一粒火箭在卫星飞过咱台湾中部的空中，管道伫咧大气层以外，对台湾是无危害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，若是这火箭飞的方向位置会危害到台湾，就会赶紧来发警报。另外，针对着中国国防部又搁呛声讲，两华之间并无海峡中线的问题，邱国正是回应讲，应该互相尊重，若无是会地区的压力变更加严重。 海峡中线的确啊，当时兵种这个签约啊，但是一种默契，就跟那个左右邻居中间虽然没有围墙，但也知道啊，这你的我的，互相尊重。但假如说不承认有的话，那将来这个等于是没有缓冲余地啊，可能会对地区啊造成更大压力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应该要多方考虑了。 中国唔但派出军机、军舰，也有气球，定定来侵扰咱台湾。所以来5月20，赖清德就准备要上任做总统。邱国正表示，会搁继续观察情势的变化，防备对方的军事动作。